来看台中一个消息，台中有一个81岁姓李的老太太，伊家己大进前日出来跋倒，那爬袂起来，想要到这一个倒就倒5天。伊到李老太太住伫日本的查某囝，因为找无因老母有够着急，就咧为日本打电话给台湾的警方，甲在警方赶到因兜，伊还阁有伫喘气，将人送去病院了，保住伊的性命。有看到吗？ 警方伫大楼管理员的陪同下，请人来开锁，因为有一个家己大的老太太倒伫内底袂震袂动。门一拍开，警方冲入厝内，发现老太太倒伫客厅，规身躯拢无烂，敢若小可有气息啊，尔赶紧摕水互啉。警方会知讲，这个老太太伫房间内面有危险，拢是因为伊一个住在日本的查某囝找无伊，就咧打电话报警。 那平时他会与母亲视讯联系，就无法跟母亲取得联系，请求警方协助。开门之后，经查看发现，该名母亲衣着单薄，躺于地板上。经警方立即给予饮水，并安抚其情绪，并由救护人员送医检查。警方讲，加在这个老太太查某囝发现唔对，随报警。 因若无这个毒鸡老太太已经跋倒伫涂骹5天啊，拢无食物件甲啉水，若搁吐落去，效果不堪设想。加在这个查某囝平时甲因老母有伫联络，为日本打电话报警，救因老母一命。呼吁有毒鸡亲人的民众爱保持联络，即别讲发生代志啊，犹阁唔知影。